歡迎各位咧出席今日咧由呢個大嶼山保育基金贊助、歷史文物活化發展有限公司主辦、香港離島區各界協會協辦嘅未拒大嶼保育大嶼山微電影創作比賽頒獎禮嘅嚇。未拒大嶼呢，由2023年咧2月開始咧，總共有9間中學參加嘅，其中5間咧係嚟自大嶼山嘅學校啦，其餘4間咧分別嚟自港島東、沙田、元朗區。總共有83位學生咧就參加呢個活動嘅，咁83位同學咧亦都參加咗唔同嘅工作坊喎，包括有自然保育啦、建築保育啦、有關創作理念啦，同埋一啲拍攝嘅技巧等等嘅。咁啊未計剪片，仲有補拍嘅時間啦。其實所有嘅學生咧，佢哋參加嘅學習嘅時數咧，已經有多於30個鐘頭啊！今日呢個頒獎禮，除咗係嘉許大家之外咧，亦都係見證大家嘅心血同埋你哋所花嘅時間嘅。好，首先我哋恭請咧今次呢個計劃嘅發起人咧，余主席咧為我哋有幾句説話㗎，為我哋致辭啊！唔該晒，余漢坤主席。首先呢，我謹代表主辦方歷史文物活化發展有限公司，歡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參加未拒大嶼保育大嶼山微電影創作比賽嘅頒獎禮。經過一番嘅探索、學習、體驗，而最後一個作品呈現喺我哋嘅眼前，總係叫人覺得好興奮嘅。就正如喺影片中提到嘅，大嶼山南區休閒文化、梅窩嘅生活文化、大澳嘅人情味、棚屋裏邊嘅村屋過棚嘅生活、海味大澳特產，以及鄉郊嘅木輪文化，呢啲都係我哋上一代承傳而係好珍視保存嘅東西。好多人為咗保育呢一片嘅土地嘅特色，都喺度默默咁耕耘，提升佢嘅價值。我哋需要更多人一齊保育，先至能夠成功。好 ，OK， 大家都 OK 係咪？好，唔該晒各位參與個學校，唔該晒我哋嘅嘉賓。好，預備1、2、3，揮手啦！首先呢係會頒發呢個傑出資訊內容獎嘅，我哋有請何俊輝主席咧先為我哋頒發第一個嘅獎項㗎。首先獲得季軍嘅係嚟自大澳帥哥的故事東涌天主教中學。好，接住係亞軍梅窩間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好，接住係冠軍嘅餘情未了嗇色園主辦可遇中學暨可遇小學。何主席請留步，繼續為我哋頒發未拒大嶼影片創意獎嘅。首先獲得季軍嘅係笨中遊佛教佛可紀念中學，接住係亞軍面對或逃避非所溫張振興伉儷書院，同時係雙亞軍嘅上山下海遊魚南之三項鐵人樂道中學，然後係獲得冠軍嘅餘情未了嗇色園主辦可遇中學暨可遇小學。好，咁我哋呢個時間咧好難得咧，我哋都睇下獲得季軍嘅笨中遊廖瑞雪同學同我哋分享一下製作呢個片段一啲嘅心得啊同埋感受，好唔好啊？唔該晒你。首先，我喺度多謝大會所安排嘅各種學習、指導同埋考察活動，令我學到唔少有關拍攝嘅前期工作嘅知識。之後，我哋根據我哋所學到嘅嘢分配咗工作，每個人都負責唔同嘅任務。我哋制定咗詳細嘅計劃，並確保每個人都了解到自己嘅責任。更要多謝我哋嘅好朋友大笨鐘。拍攝嗰陣時係夏天，當天天氣好熱，我哋好擔心笨鐘中暑，就用車仔推佢出去，又一邊幫佢吹風扇同埋飲水。所以我哋真係好多謝笨鐘，除咗為我哋帶嚟咁多嘅歡樂，仲咁努力幫我哋完成今次嘅比賽。另外，成個比賽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經驗。我學到點樣策劃一條短片，安排分鏡、拍照技巧同埋短片嘅製作技術。我覺得自己突然間學識咗好多唔同嘅技能，覺得自己變得更強同埋更有自信。我哋相信咧堅持到底，實有嘢睇啊嚇！好，我哋繼續頒發下一個獎項——未拒大嶼傑出編導獎。我哋有請大澳鄉事委員會何兆基主席為我哋頒發呢個獎項。季軍係嚟自未拒生活漢華中學。接住係亞軍上山下海遊魚南之三項鐵人樂道中學，最後係冠軍餘情未了嗇色園主辦可遇中學暨可遇小學。好，咁呢個時間呢，我哋又邀請到咧東涌天主教中學嘅老師咧同埋同學咧，同我哋有少少嘅分享嘅喎。今次活動真係好有意義，
唔單止令我學識咗點樣剪片，亦都令我學識咗唔同嘅相機擺法去影好受訪者嘅樣貌。嗰陣時我以前去大澳呢，都一直以嚟都係遠距離咁望棚屋，而我當真正去到梁文叔屋企嘅時候，我先發現我見到佢哋用柴火煮嘢食嘅時候，嗰一刻我係有少少緊張嘅，因為我諗緊會唔會其實燒到佢哋嘅屋企呢？後來梁文叔呢就同咗我哋講啦，原來佢哋屋企嘅木呢都係啲唔易燃嘅木去整嘅，所以其實係好安全。喺剪片方面，我之前一直都諗緊點解剪片要剪咁耐啦，但係後來當我真係認真剪一條片嘅時候，我先發現原來真係要俾好多心機落去，先至可以剪好一條好嘅片。咁樣咁亦都好多謝主辦單位啦。因為如果唔係有你哋協調嘅話呢，我哋其實都只能夠喺大澳嘅大街小巷嗰度周圍走，我哋冇機會入到去人哋民居，冇機會同當地嘅居民傾偈。我想同我啲同學講啦嚇，你哋有成品呢，其實就已經係好贏咗㗎啦！有成品嘅時候已經係成功㗎啦，我哋係冇失敗嘅，失敗咧係唯有我哋唔敢去試嘅啫。跟住咧會係微距大嶼嘅傑出剪片同埋後製獎嘅，我哋恭請梅窩鄉事委員會主席黃文漢先生 MH 為我哋頒發呢個獎項。首先獲得微距大嶼傑出剪片及後製獎嘅季軍係面對或逃避 Face or Run 張振興伉儷書院。接住係亞軍上山下海猶如藍之三項鐵人嚟自樂道中學。接住係冠軍餘情未了嗇色園主辦可遇中學暨可遇小學。好，接住呢，我哋會頒發微距大嶼傑出攝影及收音獎嘅，恭請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海洋保育經理蘇俊賢先生為我哋頒發呢個獎項。獲得微距大嶼傑出攝影及收音獎嘅季軍係面對或逃避 Face or Run 張振興伉儷書院。接住係亞軍餘情未了嗇色園主辦可遇中學暨可遇小學。接住係冠軍上山下海猶如藍之三項鐵人嚟自樂道中學。好，跟住落嚟呢，我哋會頒發呢微距大嶼傑出演出獎嘅，我哋有請電影出品人及監製黃家駒先生為我哋頒發呢個獎項㗎，唔該晒。好，獲得微距大嶼傑出演出獎嘅，首先係季軍微距生活漢華中學。接住係亞軍面對或逃避 Face or Run 張振興伉儷書院。好，接住係冠軍上山下海猶如藍之三項鐵人樂道中學。同樣亦都係雙冠軍嘅餘情未了嗇色園主辦可遇中學暨可遇小學。好，黃先生請留步，或者同我哋有少少分享啊，好唔好啊？難得俾啲經驗我哋，都俾啲心得我哋啊。一路我有做評審工作嘅時候呢，我睇到好多唔同嘅同學嘅作品啦，係會睇到佢哋嗰個付出嘅努力。微電影呢三個字裏邊有個微字啦，微即係少啦，或者長度短一啲啦。但係電影點樣能夠做到微電影？即係話我哋呢個作品要有一個叫做電影嘅特質。何謂電影特質呢？電影特質就係話要有起承轉合啦，要有主題啦，同埋我哋係要有個 message 去 deliver 俾我哋觀眾或者俾個社會睇到呢條片。佢有啲咩接收到？咁其實我哋講古仔敘事嘅方法呢，可以真係加強個電影感嘅，咁令到成嗰個片出嚟呢就會好睇好多啦。咁希望大家透過今次呢個比賽，將來可以更加做得好啲。咁有專家咧俾到即係各位同學嘅意見，話你哋唔錯咧，咁你哋都真係做得唔錯啦。好，跟住落去咧，我哋會頒發咧飛躍進步獎㗎。咁我哋有請建築文物保育師，亦都係我哋評審之一嘅陳耀雄先生，為我哋頒發呢個獎項。唔該晒陳生。好，我哋有請首先獲得呢個獎項嘅係東涌天主教學校，接住係佛教佛可紀念中學，然後係元朗商會中學。我哋今次咧呢個比賽咧仲有一個網上投票呢個我最喜愛微電影獎呢個環節㗎。咁我哋而家咧就頒發呢個獎項啦。首先獲得我最喜愛微電影獎網上投票嘅係面對或逃避 Face or Run 張振興伉儷書院，然後係港媒之別保良局馬錦明夫人張福仙中學，然後係笨涌遊佛教佛可紀念中學，然後係餘情未了嗇色園主辦可遇中學暨可遇小學，最後係上山下海猶如藍之三項鐵人樂道中學。好，陳生請幫我哋有少少分享啊，好唔好啊？唔該晒你。
我哋平時做建築保育呢，就通常會做硬件同軟件嘅。咁呢硬件呢，即係大家知道嗰啲建築物嗰啲要補啲磚啊、瓦好多嘢做啦。咁但係個軟件呢，其實呢近呢10幾年呢，聯合國教科文啲比賽呢，啲 award 呢，其實軟件好緊要。因為我覺得如果淨係紀錄片係唔 work 嘅，即係嗰個方向呢。咁但係呢，如果真係微電影呢，呢個方向就 work 啦。因為呢啲微電影呢，如果真係有黃生講嗰個呢廣告，即係我哋有一個清晰嘅起承轉合同埋信息嘅轉移呢，其實真係可以變成咗我哋嚟緊一個我哋叫具體嘅集體回憶可能性。因為其實而家成日呢都喺度聯合國教科文都已經將collective memory 呢個 term 即係集體回憶呢樣嘢變成一個好具體學術嘅內容，係堅可以用電影、微電影去保育一個地方。好，咁呢個時間呢，我都請呢嗇色園主辦海悅中學同埋海悅小學嘅同學同埋老師呢，都嚟同我分享下。我哋本來對拍攝都好陌生嘅，同時亦都好好奇，但係一直都冇機會去接觸點樣拍攝啦。而家微距大嶼呢一次嘅活動就俾咗個機會我哋去學唔同嘅拍攝技巧，有好深入咁去研究翻究竟點樣可以喺條片度去帶出翻我哋想表達出嚟嘅人情味啦。就好似唔同場景嘅畫面啊、角度啊，甚至係條片嘅背景音樂等等，呢啲都好影響成條片嘅氛圍啦。咁就其實有好多好難處理嘅嘢，就係一啲進階嘅剪片技術，可能我哋係未學到嘅，或者係一啲收音嘅技巧，有啲咩點樣可以令到個收音更加好啦。咁其實呢啲都靠唔同嘅老師，佢哋喺工作坊入邊去教到我哋啦。經過咗今次嘅體驗之後呢，我感受到大澳人嘅熱情，最後非常之感謝微距大嶼主辦方提供咗一個咁好嘅機會俾我哋去認識更多唔同嘅文化。多謝機構啦，多謝唔同嘅導師啦，咁俾到一個好好嘅機會俾前線嘅老師同埋同學仔去參與，去做一個即係喺保育文化上面有啲嘅貢獻。好，咁啊，跟住落嚟呢，我哋頒發今日最後一個獎項啦。我哋有請楊安坤先生 MHJP 陪同埋胡國元處長 JP 為我哋頒發微距大嶼最佳大嶼山保育微電影獎嘅。唔該晒兩位嘉賓。好，獲得呢個獎項嘅優異獎係嚟自梅窩間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同樣都係獲得優異獎嘅大澳帥哥的故事東涌天主教中學，然後係獲得季軍嘅面對或逃避 Face or Run 張振興伉儷書院，亞軍上山下海遊魚男之三項鐵人樂道中學，冠軍餘情未了嗇色園主辦海悅中學暨海悅小學。咁今日呢，我哋嘅頒獎典禮呢，我哋係正式完成啦。再一次多謝我哋所有嘅導師，俾啲掌聲好唔好啊？我哋所有嘅評審，我哋支持嘅單位、贊助單位，仲有特別都鳴謝呢，我哋新渡輪呢都有贊助我哋嘅，咁啊先至令到我哋今次嘅活動呢順利完成嘅。咁啊，所以我再一次多謝大家出席今日嘅活動啦，亦都希望不久將來呢，再喺其他活動可以再見到大家，好唔好啊？下一次再見，拜拜。